每日讀經與你同行。哥林多前書第14章，保羅喺第14章把先知講道同說方言作一個嘅對比，說明講道比方言更能夠造就教會，所以係更值得羨慕嘅。哥林多前書第14章，你們要追求愛，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，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。那說方言的，原不是對人說，乃是對神說，因為沒有人聽出來。然而他在心靈裏卻是講說各樣嘅奧秘。但作先知講道的，是對人說，要造就、安慰、勸勉人；說方言的，是造就自己；作先知講道的，乃是造就教會。我願意你們都說方言，更願意你們作先知講道，因為說方言的若不翻出來，使教會被造就，那作先知講道的就比他強了。弟兄們，我到你們那裏去，若只說方言，不用啟示或知識或預言或教訓給你們講解，我與你們有什麼益處呢？就是那有聲無氣的物，或簫或琴，若發出來的聲音沒有分別，怎能知道所吹所彈的是什麼呢？若吹無定的號聲，誰能預備打仗呢？你們也是如此。舌頭若不說容易明白的話，怎能知道所說的是什麼呢？這就是向空說話了。世上的聲音或者甚多，卻沒有一樣是無意思的。我若不明白那聲音的意思，這說話的人必以我為化外之人，我也以他為化外之人。你們也是如此。既是切慕屬靈的恩賜，就當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。所以那說方言的，就當求着能翻出來。我若用方言禱告，是我的靈禱告，但我的悟性沒有果效，這卻怎麼樣呢？我要用靈禱告，也要用悟性禱告；我要用靈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不然，你用靈祝謝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，既然不明白你的話，怎能在你感謝的時候說阿門呢？你感謝的固然是好，無奈不能造就別人。我感謝神，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還多，但在教會中，寧可用悟性說5句教導人的話，強如說萬句方言。弟兄們，在心智上不要作小孩子，然而在惡事上要作嬰孩，在心智上總要作大人。律法上記着，主說：我要用外邦人的舌頭和外邦人的嘴唇向這百姓說話。雖然如此，他們還是不聽從我。這樣看來，說方言不是為信的人作證據，乃是為不信的人。作先知講道，不是為不信的人作證據，乃是為信的人。所以全教會聚在一處的時候，若都說方言，偶然有不通方言的，或是不信的人進來，豈不說你們癲狂了嗎？若都作先知講道，偶然有不信的，或是不通方言的人進來，就被眾人勸醒，被眾人審明。他心裏的隱情顯露出來，就必將臉伏地敬拜神，說：神真是在你們中間了。弟兄們，這卻怎麼樣呢？你們聚會的時候，各人或有詩歌，或有教訓，或有啟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來的話，凡事都當造就人。若有說方言的，只好2個人，至多3個人，且要輪流着說，也要1個人翻出來。若沒有人翻，就當在會中閉口，只對自己和神說就是了。
至於作先知講道的，只好2個人或是3個人，其餘的就當慎思明辨。若旁邊坐着的得了啟示，那先說話的就當閉口不言，因為你們都可以一個一個地作先知講道，叫眾人學道理，叫眾人得勸勉。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，因為神不是叫人混亂，乃是叫人安靜。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，像在聖徒的眾教會一樣，因為不准他們說話，他們總要順服，正如律法所說的。他們若要學什麼，可以在家裏問自己的丈夫，因為婦女在會中說話原是可恥的。神的道理豈是從你們出來嗎？豈是單臨到你們嗎？若有人以為自己是先知，或是屬靈的，就該知道我所寫給你們的是主的命令。若有不知道的，就由他不知道吧。所以我弟兄們，你們要切慕作先知講道，也不要禁止說方言。凡事都要規規矩矩地按着次序行。經文讀畢。由於方言係對神說，沒有人聽出來。既然聽嘅人不明白，就不能夠得到造就啦。保羅以自己為例，話佢若果在教會中只講方言，會眾不能夠明白內中嘅意義，咁對教會有咩益處呢？嗱，保羅唔係反對方言，佢在個人禱告嘅時候，亦都說方言，甚至比你們眾人還多。但喺教會嘅聚會裏邊，無論用方言禱告、歌唱或祝謝，其他人都唔能夠明白，咁點能夠同心嘅講阿門呢？所以保羅喺教會裏邊，寧可係用悟性說5句教導人嘅話，強如說萬句嘅方言。保羅勉勵信徒喺心智上要作大人，追求能叫人得造就嘅恩賜。保羅引用以賽亞書28章11節，說明不信嘅猶太人不聽神嘅話，結果呢，神用外邦人嚟到審判佢哋，將佢哋擄去，叫佢哋去嗰啲佢哋聽唔懂嘅外邦方言嘅人中間。所以保羅話：這樣看來，說方言不是為信的人作證據，乃是為不信的人。嗱，教會要領人信主，就應該用人聽得懂嘅話啦。聚會時若果都係講方言，唔信嘅人入到嚟，豈唔係話覺得呢啲人好似癲狂咗咩？但係若果作先知講道呢，不信嘅人入嚟聽見，就可能受感動而悔改信主啦。保羅提出咗一個嘅原則，凡事都要規規矩矩地按着次序行，因為神唔係叫人混亂，係叫人安靜嘅。哥林多教會可能出現咗混亂，有啲喺聚會中同時間嘅發聲，爭相說方言或者講道，係混亂不堪。於是保羅定出咗一啲嘅規矩。第一，說方言嘅要有人翻出嚟先至可以。第二，不論方言或者講道都有人數嘅限制嘅。第三，係要輪流講，唔能夠同時嘅開聲。第四呢，聽嘅人要慎思明辨。好，我哋一齊嘅祈禱。神啊，求聖靈賜我哋多造就教會嘅恩賜，更教導我哋學習基督耶穌嘅愛，喺愛嘅裏邊互相嘅建立，叫教會成長，為主作見證，帶領人歸主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好，今日我哋嘅讀經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